哇，看睇家下野团嘅影片吼，真嘅唔知大家知道样板型保护长长嘅山崖冇啊？去维护长长嘅山崖，做得米上嘅、搭上嘅就做得做。比方讲，你带你去山崖度嘅垃圾，千万要带走。韩國啲山崖度千萬唔好過使用呢度化學嘅用品，大家用行通來為山崖清一本心力，稍得用來看一下家下嘅影片地圖，用呢度短期嘅韓國詞備了。第一隻河壩，河壩意思就係河川。家下嘅短句係按樣講嘅，一條河壩水鹹鹹，一條河壩水鹹鹹。翻譯嘅意思就係這條河川水很清澈。聽一隻沙鼓，沙鼓石頭。河壩嘅沙鼓看到當分明，河壩嘅沙鼓看到當分明。來睇下南次演講。河壩嘅沙鼓看到該分明，河壩嘅沙鼓看到該分明。也意思就係可以清楚看到河中的石頭。接下來，翻譯就係魚。下拱，下拱。翻譯嘅意思係蝦子。來睇下南次演講。該島嘅屯下拱，該島嘅屯下拱。一句話意思就係好多魚跟蝦子